今集帶大家玩盡南山海上世界2日1夜。邊個話深圳只有高樓大廈？我哋今次就入住位於半山嘅服務式公寓，開窗就係綠油油嘅山景，夜晚仲見到滿天星星。酒店位置非常方便，距離海上世界只係10分鐘嘅路程。海上世界係南山區嘅核心區域，係集合文化、旅遊、商業、娛樂於一體嘅綜合性濱海地標，以明華輪為核心嘅標誌，成為深圳夜遊同埋休閒嘅熱門地。我哋亦會帶大家欣賞喺今年10月1號全球首演嘅海上世界明華輪肢體劇《交易人生》。今集非常特別，肢體劇《交易人生》係 YouTube 裏邊首次介紹，我會帶領觀眾揭開劇中重重面紗，帶領大家一齊去探秘。今集嘅內容非常豐富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啊！最緊要嘅就係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有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製作高質素影片嘅原動力。我哋今日會入住深圳半山一堂服務公寓。嚟呢度嘅方法好簡單，只需要搭地鐵2號線或者12號線到海上世界站 H 出口。酒店距離地鐵站只係大約8分鐘嘅路程。上咗地面之後呢，只需直行再轉右，見到 7-Eleven。往上行會見到有幾間餐廳嘅。去到呢個路口位準備轉右，大家會見到呢間好靚嘅歐洲式小屋。之後轉右就到達我哋今日嘅目的地深圳半山一堂服務公寓。一入到酒店就俾佢呢個黑色質感嘅大堂同埋觀景水池吸引住啦。大堂側邊有個閱讀角，另外一邊有咖啡廳，仲有室外嘅花園，坐喺度飲杯咖啡嘆下都幾超喎。公寓總共有8棟，由1房去到3房嘅戶型都有啊。中間有個水池，養咗好多好可愛嘅錦鯉啊，仲有幾隻好可愛嘅貓貓周圍走。呢度提供開放式廚房。仲有洗衣乾衣一體機、洗碗機同埋煮食用具，一家大細嚟呢度玩就啱晒啦。呢度仲有兒童遊樂區、游泳池、健身房，仲有茶室，嚟呢度3日2夜度假完全冇問題啊！我哋今日入住半山一堂嘅服務式公寓，2房1廳啊，海上。哇，2房1廳啊 ，Tammy， 我哋今晚房間裏邊咧配備咗張大嘅餐台啦，咁可以俾客人咧慢慢享用我哋嘅今晚嘅晚餐。另外咧，客廳呢邊咧除咗一個大梳化之外啦，其實呢邊咧都有個工作嘅區域嘅，咁啱一啲咧出差嘅朋友啦，可以 set 部電腦喺度做下嘢啊 ，send 下 email 咁啦。哇，我中意佢呢個落地嘅玻璃窗啊！陽光滲入嚟，好舒服啊！我哋不如出去露台睇下。好啊！喂，有個花園仔喎，出面原來呢度有蚊網添啊，好細心喎！哇！我哋出嚟望下個風景先，好舒服啊！呢邊咧有個水池啦，另外咧有好多綠色嘅植物喎，環境都幾舒服，幾好啊！半山一堂服務公寓呢一度咧有8座嘅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入住咗2房1廳。哇 ，Tammy 呢度個樓底好高喎，你睇下仲有啲陽光可以滲到入嚟呢個大廳啊！呢一度咧有個天窗啊，可以咧將個自然光帶到去客廳呢邊，幾舒服啊！哇，呢度直情有個廚房添啊，有微波爐啦。睇下先，啲櫃桶有啲基本嘅餐具喺度啊！嗱，因為係廚房啊，所以咧佢個配套比較多少少咯。睇下先，應該有嘅都齊晒。哇，仲要都幾乾淨。係啊，睇下下低，哇，好多碗喎。準備咗毛巾啦，同埋有啲洗碗嘅面啦。喂，新㗎，好乾淨啊，唔係用過嗰啲嚟㗎嚇。多士爐咖啡機啊，呢邊仲有好多杯。我見到有酒杯啊，喺度。哇！我哋今晚可以喺度嘆個紅酒，煎塊牛扒都好啊 ，J。Good idea。哇 ，Tammy，爐頭啦、砧板啦、刀鉸剪全部都有齊晒。
仲有煮食嘅工具，同埋下邊有啲罐頭刀。哇！最重要咩啊？開紅酒器啊！喂，有個廚房冇晒啊！等陣我哋去海上世界咧，有超市啊嘛，可以買啲嘢食翻嚟啊，煮下宵夜啊，煮下嘢食都幾好喎。煎牛扒啊，J，係咯，仲有焗爐，焗爐都有啊！買啲 pizza 翻嚟焗下都仲得喎。睇下呢邊，哇，雪櫃嚟嘅喎，好大嘅雪櫃，好大個雪櫃。喂，過嚟3日2夜冇問題。嚟個短 trip 啊，嗬！係啊，蛇口呢邊咁多嘢玩，3日2夜絕對冇問題啊！唔夠玩添啊！有烏衣籃，係啊，烏衣籃。呢個鞋櫃應該係咯。係啦，拖鞋喺細度，準備咗有即棄嘅拖鞋啦，哇，好乾淨啊！原來仲有晾衣架添喎。哇，有埋遮啦，係啊，有埋遮，好細心。好，我哋睇房間，耶！呢度咧2房嘅設計咧，2間房都有浴室嘅，係啦，好正呢邊。首先我哋睇下第一間房先啦。過嚟呢度睇下 ，Tammy 你望下洗手間，好似正。好，呢個洗手間咧就係細啲嘅，因為咧另外一個洗手間咧我頭先睇過啦，有個浴缸㗎。嗱呢一邊咧係洗手盆嚟嘅，好乾淨企理啊！對面就係淋浴間啦，冇異味。Tammy 你要過嚟睇埋，有內園景嘅房間都好舒服啊！我見到好靚嘅粉紅色花喎，望下先。一覺醒來見到咁靚嘅風景真係唔錯。係喎，啱啱呢棵樹喺正個床隔離咯。房間配備咗1.8米嘅大床，床對面咧有個大嘅衣櫃嘅。參觀埋第2間房間啦，呢一邊嘅浴室咧就比較大啦，分別咧有浴缸同埋企缸嘅。咁望咗呢度先啦，一入門口咧，呢邊就係企缸嘅地方啦。咁隔離就座廁嚟嘅，哇！有個大浴缸啊，J，我哋今晚可以浸泡泡浴。另外呢邊咧就係鏡櫃同埋洗手盆嘅位置嚟嘅，睇下先。哦，嗱，牙膏、牙刷啦、杯啊啲喺晒個鏡櫃裏邊嘅，好乾淨企理啊，好乾淨，冇異味，幾好，唔錯。我今晚瞓呢度，1.8米嘅大床，阿 J 俾你啊！喂 ，Tammy 出面咧睇到魚添啊！你呢度係同廳係同一個 view 嘅，望到個花園嘅。係頭先我哋來源嘅位置，幾好啊！房間唔錯，大衣櫃哦，燙斗風筒，夾萬。喂，仲有個磅添喎，睇下你肥啲定我肥啲？好，睇埋隔離，有浴袍啦，仲有燙衫板添喎。幾好。佢呢度咧樓底好高喎，嗬。係啊，個空間感好大，好舒服啊！我哋擺低行李咧，就去海上世界嗰邊行下，入翻地鐵站 H 出口，去翻 E 出口嗰度上翻去。眼前呢度咧就係海上世界會港購物中心2期。過咗馬路之後咧，就可以去到明華倫海上世界同埋文化藝術中心嗰邊嘅。呢一度就係海上世界嘅中心點。如果大家上嚟呢一度咧，其實好方便嘅。港人咧都經常會搭200號線嘅。呢一度咧就係200號線嘅海上世界站 A 出口。呢度距離寶安機場都非常近啦，call 車都只需要40分鐘。海上世界涵蓋10多個國家嘅特色餐飲，例如泰國菜、意大利菜、粵式海鮮等。酒吧街吸引咗好多外籍嘅朋友，夜晚咧都有 live band 嘅演出嘅。明華倫正前方嘅圓形廣場，夜晚會定時舉行每15分鐘嘅激光表演。環形嘅觀景平台同埋周邊嘅餐廳戶外嘅位置咧，都可以同時拍攝到噴泉同埋明華倫嘅全景嘅。我哋而家去食晚飯先，準備一陣間去睇沉浸式嘅肢體劇《交易人生》。明華倫經過2年幾嘅升級改造，喺2025年咧，終於揭開新嘅一頁啦！以沉浸式嘅演藝綜合體全新定位，成為融合歷史底蘊與當代藝術嘅城市新地標。改造後嘅經營面積達到15000平方米，以沉浸式肢體劇《交易人生》為核心，結合主題商業，打造演藝同埋消費嘅新模式。1樓係創意咖啡主題文創區，2至3樓匯集咗8個國家14種嘅經典美食。遊客們仲可以到頂層嘅甲板位置，欣賞海上世界迷人嘅夜色。
大家可以去到明華倫正門1樓票倉近 7-Eleven 嘅位置。觀眾經過網上購票之後咧，可以嚟到 counter 位置出示二維碼並帶上手帶。留意翻演出嘅時間咧係2個小時㗎，冇中場嘅休息。整套劇咧都係需要行走同埋係冇座位坐㗎，咁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咧着翻平底鞋或者波鞋。仲有場內嘅溫度咧比較低啊，都建議帶外套嘅。但係如果冇外套嘅朋友仔都唔需要擔心㗎。會場咧係會有披肩可以借俾觀眾嘅，裏邊有儲物櫃嘅，可以免費儲存。場內咧係嚴禁拍攝㗎，所有拍攝嘅儀器咧都要鎖喺 locker 裏邊。喺未入劇場之前咧，呢一度係有間酒吧㗎，可以俾觀眾喺度飲杯酒，休息一下，等待入場。交易人生係深圳原創嘅中國首部沉浸式肢體劇，係明華倫改造之後全球首演，並且長期駐演嘅。結合明華倫7層船艙嘅空間度身訂造，觀眾需要喺8個魔幻空間裏邊行走觀賞。故事講述1930年嘅法國巴黎，男主角係一個地位好卑微嘅打工一族，喺辦公室裏邊中意咗劇中嘅女主角，並試圖努力證明佢嘅能力，以奪取芳心。可惜一次一次咁樣失敗，一念之差，佢用咗自己嘅靈魂同魔鬼做咗個交易，為咗追求金錢、名利同埋成功咧，出賣咗自己。短暫嘅成功背後，結果咧並唔係佢所期待咁樣嘅。愛與夢想不可交易，喺呢套劇嘅觀演手冊上面印着嘅8個字。到第2日瞓醒，我哋就去食早餐啦。餐廳環境好舒服啊！早晨啊，咁多位，酒店咧就包一個自助早餐嘅。咁我哋咧首先望下有咩食啦。咁深圳依邊嘅早餐咧，多數都係中式噶啦，有菜啦、炒飯啦，有呢啲炒蔬菜啦。另外咧有啲肉類嘅，都係一啲中式嘅小菜啦。咁啲肉末咧就攞嚟咧配翻白粥啊或者粉麵嘅。咁呢邊都會有即煮嘅粉麵啦。咁西式早餐方面咧，就當然唔少得有煎蛋啊，有啲 bacon 啊、香腸啊、格仔餅啦，仲有雞蛋啦、南瓜粟米，有啲雜糧啦。呢邊有個粥嘅，咁啊同樣地呢邊都會有啲涼菜俾你拌啦。呢邊會有燕麥粥啦，同埋有白粥嘅。用餐嘅環境都幾舒服，因為呢酒店呢邊咧都係望住啲好翠綠嘅樹林啊，咁所以喺度食早餐咧都幾 relax 嘅。望埋呢邊啦，會有啲西式嘅有啲穀物類啦，另外有 yogurt 啦，會有生果啦。生果咧總共有5款嘅。咁呢邊咧就有啲 ham 啊、cheese 啊，有三文治啦。另外又會有沙律嘅，咁沙律嘅選擇都 OK 啊，都有成4-5款嘅蔬菜啊、蘿蔔啊、粟米咁樣啦。呢邊會有果汁嘅，麵包方面咧都有6款唔同嘅選擇，幾好喎！我幾中意佢個麵包會有個蓋吸住，有陣時有啲地方都唔會話有個蓋吸住，都係打開晒嘅。另外有啲新鮮嘅麵包啦。可以即刻整翻熱嘅。咁呢邊會有饅頭啦、糯米雞啊、包點啊咁樣啦，中式嘅點心。呢邊咧就有油炸鬼同埋呢個應該係番薯波波定係咩咧？炸物啦。朋友仔話好食，我夾一個試下。OK。呢邊有部雜糧機啦，會有豆漿啊。早餐就梗係唔少得咖啡啦。另外呢邊都有啲茶啊、滾水咁樣嘅。食早餐啦！今集南山2日1夜遊唔單止玩咁簡單啊，我哋仲睇咗一套非常特別嘅肢體劇，思維上帶俾我哋好多新衝擊啊！希望大家中意呢一集嘅介紹啊！臨走之前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